台中南区西川社区裁缝班的学员，把选举的旗仔回收再利用，做成卡网啊、寒袋啊等等，环保佮实用。叫下月大选结束，不过依然有真侪看板、布条和旗仔。南区西川社区的妈妈利用因的手，把选举的旗仔变做牌仔、佮有袋仔，真环保，佮真实用。取这个燕子，燕子那个图案蛮漂亮的，我就把它当成它的侧边，啊，2片就一片。 这里再一片，就是2个旗帜的燕子，我就取出来了。每一项完成品的小水拢无同，这个物件嘛会当透过外档来义卖，增加社区的资源。然后刚好这次的话，就是选举完之后，我们有看到很多的旗帜，我们想说我们可以把这些旗帜呢，怎么再利用，然后可以让它可以有循环经济的效果。 虽然是环保再利用，不过学生幼儿真用心来处理，因为各项作品对因来讲拢真特别。